爱讲爱哈，一张小三，小三，一张爸爸喜欢。三个钟啊！我从聊聊过去的时间，我老我起家变做80岁的老婆婆，所以从聊聊过去。哇，那你就想象李秋霞老师就好。那有喏。闹熱搭你腿，鬧熱用下來。好，全新的單元，全新的比賽哈。保 V 整8歲，保 V 整8歲。啊，你之前那個 V 棉炸呢哈，是一管天天。二哥又變大哥了，哎，來雙拳。係哦。恭喜啊！希望今日繼續保持下去啦，好嘛？好，加油加油！好啦，比賽之前的結束評審是怎？七十位先生，羅桂麗先生，姚少奇先生，齊志飛先生。先生結束睇了，馬上我進入嚟今日比賽咯。馬上來哦 ！TV 就係新嘅參賽嘅朋友，來自新北市陳以賢帶來。愛講出來，愛講出來，愛講出來嘅，東東嘅歌嘅啦，愛講出來，嚟好聽哦。今夜嘅感覺。百戀愛，心肝見表跳，那種種快手傳衝，各種三眼色，一寸感傷，一寸感動，唱不愛勇氣，不愛一早機會講出對嘅感覺。新朋友哈，对，唱歌有自己的这个 freestyle， freestyle， 对，你有 style 吗？比到唔掂嚟咧，比到唔掂嚟啊，看青吃菜啊，哎呦，看起來佢一種有經驗嘅人哦，係哦，有嘛，真有經驗嘛，有來比過呀。頭擺4時間，4時間，差唔多14年前，2006年嘅時間。幾樣事你都？幾樣事我講係4年，還旁邊上哦，嘿。還蠻邊上，你還有邊上嘞哈？有來過一下節目，有來過節目，有照片為證嗎？有相片嗎？有嗎？哎呦有誒，你看，cái檔嘅細細就係你嘅，做拍衫嘅。我那個時候好年輕哦，你看。係啊，唔過你下講正經嘅，現在比較帥。
真的吗？对，现在比较有味道了啊，自己讲也是啦。葡萄的味道。对，哎，你自己觉得唱的怎么样？有天然嘅感覺就會行啦，唔過就係因為可能有天然感覺，冇天然破嘅。啊，就天然之間啊，就只有睇起嚟，係啊，就始終唔係只有那起嚟。係唔過天然攞出線上嗰種感覺，哎呦，先有嘅 superstar。那種 feel 啊！哦，就自爽就對了，自爽自嗨啊！有咩稱讚啊？衝過就會讓用啊！因為之前當到朋友講很記來參加比賽嘅幹嘛？佢自然講自己創到某一號。係啊，你有自知之明啊！不錯，嚟本太家嚟吞小花啦。對。好啦，按你創得嚟哈，啊那個唐先生有冇建議哦？請這位先生。好來。分享一點來哈，我第一天在這舞台真嘅有點殘酷，有點壓力。然後平常時唱歌真嘅冇強樣，你家講聽人家感覺行，沒錯，是跟着你感覺走，但是必須你要聽人太解感覺行。那其實我用講嘅技法，人家上其實唔會唔好。真的呢。人家上台要懂量。其實是他唱兩首歌曲，可能練習冇拉鐵，聽伊緊張一聽會，一聽會緊張嘅，你係係無法度幫忙嘅。唔過你自家一聽啲講，客家話講得很好，有迄天去主持人，有安慰講法。我知道準備嘅時間應該要行下道這樣唱，嚇。唔過你見面做當好嘅示範，所以講，你啲做乜嘅事情前一定要先準備好。好，其實大家講大家聽得出來，譬如講破嘅，嚇，聽伊詞、歌詞、蒙詞。唔過我知道以後嘅意思係講。你冇因為緊張，說冇唱，說我你給位，有人以為呢，就會講你自己活在那個我是 superstar 的感覺，我覺得那個鬆度是做得，不過喺表演的方一定不100分，不過今日喺比賽我當上留，不過我唔啲其他欣賞用擺去，我知道你係一隻經驗，一隻開始，不管乜個時間，喺準備好分享到進來。我講一下，基隆家老妹細時節有出過唱片呢，有呢，真的啊！你有冇一些其他歌唱？一片歌手，一片歌手有冇歌？我想聽一下，自己花錢的哈。係啦，冇啦。我衝一台門太子嘅堂嗎？大概講，嗌起一台小鳳茶。好，你衝一下呀？係啊，太簡易講，係啊，因為注意嗬，講講以後冇幾筆衝，所以咩？講大家衝出嚟太簡易冇會廢的，唔係，你要衝嘛？來，哎呦！嗌起一台小鳳茶，嗌嘅香氣超起遠台茶，每日看了麥樂萬嘅酒，味道叫人家亮，119，超起嗌嘅同步嘛。雖然唔想按三忙，總係有人按粗心，嘅按粗心。口白，喊個冇哦，開嗌冇喊好夜困，唉，好夜困嚟啊！我講要唱嘛？你唱嘛歌都冇唱。而家喺唱兩首歌曲，我會本佢留下來。因為冇辦法再唱一首歌有8個 key， 覺得太厲害。我第一次聽100看到小 Ken 老師沒有辦法下節奏，下音樂，他只要一直他沒有下節奏，他只聽不到。對，老師要不然他會和弦會下，他只有一直打，一直掉。我還以為是你在砍蒙哥嘞。拜恰，哎，你太好 Q 了吧！好了，哎，還是要看一下你的看一下啦，分數面對現實啦哈，看一下陳奕迅嘅分數。87點
小捧茶没某用的。对，他 Q 很多 Q 很多 for 嘞，拿提油来浇火，提油救火嘞。这个成绩刚刚让你表现那一段是对的，没机会，有机会就唱一唱啊。哦，安子谁？排谁啦哈？先专业筹一下，高模还有疾病我们唔对，请难讲哦。后波那个是冲唔做嘅样板。这个公司太短嘅发。回头消息，安子谁？哦，什么？一当感谢到好上朋友，很多安尼节目参加比赛，就当做一个舞台，平台啊，表演啊，冲啊，同好啊，哦，好来杀下来，秀发两代来刘胜兴，好啦，谈啦。边流星，晴夜一瞬间，六个一条线，明亮的光芒就是风，请问你对爱是不是真心？无笑无心，心甜。你若是无意，请你落去陪你，不好不爱我的。无论是天有雨，也是落水天，爱会永远陪伴你身边。爱你心中流星，你若是无意，请你落雨陪你，不好不爱我的。无论是天有雨，也是落水天。爱我永远陪伴你身边，爱你心中流星。哎，刘太公好。哦，这一个黑马，这是黑马哦。嘿哦，哦，今日从那条歌诶，亲吻哦，有米托，色粉有米托。刘胜兴。哦，送礼拜来佢较紧张嘛。有啊，礼拜。哦，啊送较现啊，较冲唔出来嗰种。一礼拜准备好了。哦，关系啦哈，一道舞台关系漂亮。有较习惯了，较习惯了啊。咁讲上我今日好流畅哦。有他飙出来。对，厉害。赞。你本身咧做字业呗？哦，系啊，我目前那个自拔创作。哦，唔係嗰種小金子嚟嘅，唔係啊，自強嘅，自強嘅工廠，唔係叫自白廠，做到乜嘅咧？美術係美嘅，我都個助念咧協助管理啊，哦，協助管理哦，片場嘅管理協助啊，哦，做幾多年咧？差不多15年邊啦。哦，15年咧，哦，對啦，15年咧，做一定從基層做起嘛，做，一下年紀已經做主管級咧，對嘛？半主管有啦，半主管啊，一般。好，個字要做了做嘛，包裝，做上嘅做。今後用我哋哈。一上嘅都。但是都當到工廠乜嘅都用到啊，係啊，包裝啊叫做紙盒嘅，個紙箱叫裝啊，我都出口乜嘅都用到啊。哦，公司台嘛，喺台龍紙業啊，那個永豐魚啊，永豐魚哦，很青台哦。哦，哎呦，這大公司上市公司咧，哎呦，好做以後退休金不差哦。希望啦，希望。冇問題啦。好啦，我哋從第嚟唐先生講。哦，唱歌李先生。先生好。發亮哥你好。記得上禮拜咩係講便宜嗬，係啊，
一礼拜唐中国的这种温馨点有过一张歌了哈。上礼拜本的建议，我相信有谈落去了哈。就像主持人罗哥讲的，一礼拜创业同流量同顺畅哈。也基本呢工做到了以后呢，再下来就会更加希望更上一层楼，往更细的方向去走。三台基本讲节拍、歌词、然后音准做到以后，做到开始思考讲，我修发了我个专长在哪？我的声音特色在哪里？我还没做到利用我现国的一个思考以后研究，然后我讲你的实力发挥出来。我相信也是不会做的事情。因为嗓音本身非常有关于讲的烟嗓味哈。但是讲脱对国的话，对你当有帮助哈。但是我也提醒一点哈，去年那下个人个天黑云哈，黑云下巴翻译个无云哈，无嘛哈，无云，v 的音哈，你刚才唱浮云哦。也点要改过了哈，因为唱下教国的，请有给这老师啊发言嘛哈。要清楚一下，还可以注意讲。我希望在唱歌的时间，有一个可以点改过来。你常常在，我想要可能很讲你的习惯啦，你会不自觉的在2个字当中顿了一下。我给你没调出来，但是也一些播出的时间，所以看一下。要是果中间有什么地方不该顿的，你顿了一下，跟着顿点还是知道懂奇怪。我有这位老师研究一下，我想可能很讲你的习惯啦。假使这习惯做要改，一定要改，因为也会影响人的分数。今天表现台子上最暗的，希望缺点越来越少，越来越进步，长长久久留在舞台，好不好？空有美丽人加油哈！谢谢。谢谢，好，来看一下这个分数。好，看一下邱发亮的分数。好。90分，至少养成一雄，没问题，陈奕迅啊，好，安尼恭喜啦哈，先在边上坐，安这些，好，谢谢，好嘞，下来，用桂兰带来情丝该条线，来，弹个啦。情丝该条线，缠缠又绵绵，永看不见，永绵绵无边。情线相思相恋，万般可情缘，情丝该条线，连动千里难相牵。桂兰姐好，这个情歌啊，你唱到有感情啊，你哦，感觉起来就将一个情路一条路行到非常的磨顺啊，哈，应该不会啦，本人抛弃一头败啊，你，怎么那么深刻？我家庭很幸福呢，幸福吗？样板幸福。我生日的啊，伊个全部供量的啊，11孙的，上礼拜日啊，4孙的满月。
满年满年我讲用南店嘛哈，我哋就四代同堂都感觉好幸福哦，那个方面。四代同堂哎，哇，跟你讲用迄个是我是较聪明的喂，我变五代同堂，个有行啊好啊。90%个身體真好。就是一下以後嘅科技按進步，是都幫一些都冇問題，應該冇問題。真的。佢當然按部的好做本有兩個神嘛。神嘛，91歲很會做事咯，懂厲害。哇，他看不出來91歲，真的，比我還較時髦。哦喲，真嘅呢，哎呦，親講哦，錄音㗎真係做耳挺痛。係啊，像我媽媽前兩日咩生日啊，還是孫嘅，他全部轉來，那磨到四胎啦，三胎啲啲啦，三胎，但是動感覺都要動幸福動，動腦嘢啦，對啊，誒，博士阿姨，好，他家共用都幸福福，要朝五代同堂邁進。好的，按你嚟創作唐先生的公平，請蛤蟆老師，來，桂蘭姐哈。唐董唱過唐家白啊哈，那個人感覺哈，這你那個帶韻味嘅唱法其實很到位，很到位。你在感情的細膩度的詮釋的部分哈，哎，真的唱得不錯。還有段落詮釋，事實上你在這個感情的部分的唱那部分，你已經有去努力去嘗試去做起承轉合，你丹田也有力，你要做有一個細建議的那邊地方。因為中國狗音的時間哈，你的聲部放太高，就是你的共鳴的音樂的部分你是放在喉腔，所以你壓那個喉音的部分來它重啦，然後重呢，但是你丹田有力了，你專心做練習一點，就講你面對那個鏡子哈，你衝狗音的時間，衝狗音的時候把這個下巴收下來，收下來，然後剛剛閃過雙母氣的時候，你稍微低一點頭，麥克風一定要拿下來，低一點頭，然後你另外一隻手然後過頭。為什麼這樣呢？因為你內收音這個推音的時候，你要注意哦，內收音，你要從聲樂的唱法，它的高音只有一個方式，就是喉腔共鳴，它的共鳴位置就在鼻腔，所以你所有的共鳴腔全部在鼻腔，哦，然後所以像宋一新啊，唐董你衝的時候，你的摩擦的那個在鼻腔的摩擦的聲音是在喉嚨摩擦，給沒有還好，給沒有聲部有太高了，但是人家真給的聲沒有上來。所以你人家推運，人家每頭的部分哦，事實上沒有完全的展示你的實力，所以你還感覺還可惜一點誒。所以那部分你再轉一點看看呢，告訴講你把那個中頻哦，就是中高低的中頻的聲有拉下來一點，到這個八卦那部分哦，你還稍微比人喊啊分數會加多。好，這給你一個小小建議，那書一定來去了，你再去試看看啦，好不好？好，繼續打鼓。劉老師真的重要，他沒有去開那個耳鼻喉科，真的很浪費。他好像很了解那個耳鼻喉的構造。對，來沙下來，來咩啊？你看一下幾個分數？看一下用歸兩個分數。90點，冇問題嚇，比個秀一陳意賢較好，陳意賢一定要 Q 他。清大夫呢，緊走來嗰邊一直 Q 他，很可愛啊，很可愛啊，等一下啊，好，安尼先做先俾當錯哈，安子些，好，繼續分佈下語哈。好嘞，沙下來呢？沙來係翻用機帶來阿妹嘅新年，來彈講啦。韓國阿妹告訴嘅小河。韓國阿爸嘅鐵路橋，聽講講得同有乜關係啊？小河嘅同學，哎呀，小河嘅同學，苗栗建功國小，建功國小很有名的，係啊，你們班有名啊？東路嘅學校，出了，我以為出了很多才子，沒有，強的來講強的，哎。三光亮亮三滿天，
情郎啊情郎，梦已来出现，为生也帮忙来保佑，保佑爱终于顺心愿。人在何方？爱在风中心风风，月光姑娘抬来天风线。情郎啊情郎，梦已来出现，有神也帮忙来保佑，保佑爱终于顺心愿。开哥好，你好，哎呦，哎，亚种年纪平常时还由于安尼跑步啊对吧？哦，运动哦。哦哟，礼拜只有3日啊，全部后天哈，那时候只有7日啦。哦，真的哦，按天空哦，最少只有3000啦，他那只有多只有7000。3000呢？唔敢只有1万啊。哦哟，哎呀，3000公里，俺只半年的呢。半年哦。哎呀，俺开始只有300公尺是总的。哦，总的。七条是同的。真的呀。你管动因过唔得啦。嗯。啊，配地吼，俺家下只会是68公斤。哦。68公斤，一只有300公尺7条同的。啊，真的。对啊，也但是也年纪越来越大哦，没摸这万多呢。嘿，讲到个七条我拄唔掉运动伤害。7条会好改啊。对啊，可是慢慢练。对啊，但是有运动一定的好的事情啊。有运动有长哦，上会好。有哦，肺活量对，肺活量太系啊。俺们退休的时间，从一下是肿的，一下是受伤。哦。俺退休后吼。俺又跳绳吼，又长，又跑步吼，又长。所以人家退休诶，所以接我去个歌唱班练歌诶。我练歌诶。听讲歌唱班英文了。哦，参加家长。冇，我一下冇玩咯，我要参加家长。系我参加3只，你下古田2只，俺只去结业咧吼，你下签诗模，伊个偷战时啊，伊有个5000咧。哦，5000。都3年客家人唔值钱咧，签名嘅语言，好来，冲的头先讲边。抢视频欣赏，好来，欣赏好。好，杨介兄，你好哈。你好。扛几下摆唱歌嘅，其实运动有实力，哈，基本功要做到以后哈。基本上人嘅严重啊，接碰，因为基本嘅部分冇乜问题啦。啊，感情嘅部分咧，慢慢咧，我知道头摆可能。都开始谈唱歌就唱歌会听哈，然后慢慢的谈到这个慢慢的会溜溜的不用感情的方式，所以态势上也好啊，那样板控制，样板唱段落要怎么处理，慢慢会出来。然后就会讲有一个地方一直都想要老人讲的地方。哦，谢谢。就係我一直都感覺到唔唱歌嘅時節，基本上雖然有，不過呢就係聲音嗡嗡。這種感覺就一直沒有改，沒有調整。我盡量趕快改。也有個建議嘅地方吼，可能就係家下嚟托幾下則事啦，就係講，人嘅嘴角力、嘴角的部分，我吃到冇馬打開，因為人家講嘅係海量嘛。講嘅海量，我吃到講海量老師煙，真係冇馬強樣吼，應該講當道嘅冇強樣。那嘴角力不夠的時候，人嘅聲音全部會數到一隻地方，唔會啲調前共鳴，它一直在裡面。好像3萬，唔會變3萬，啲低波，唔會啲高波啊，所以上主彈起就嗡嗡彈唔清楚。可能講你的共鳴盡量往前放，係盡量往前放。一記嘅低波數來數去，你喺調前變呀，喺後波變，我變唔係喺本人彈嚟多。彈嚟到唔想去創乜嘅東西，可能會較好，係可能會較好。啊，撒下來啊，我幾個字啦，可能唔似可能再去個練習，可能也數高嘅就好哈，就係像
瓜也係菜啦，也係鮮啊，要鮮，係嘛？安尼鮮，打開也再講。你喺打開來，可能人嘅聲音會較出來。係，好，安子生，好，來，看一下幾個分數嚟。翻用幾個分數。1.5。哎，目前係第一名啊嘛。係。目前嘅9分，對嘛？見到見高分，最大分呢就 TVB 嘛，見到見高分。你90分呢？係啊，哦，因為也目前第一名，係啊，要變咯。希望睇下會唔會繼續好，也都變嘅。繼續當分啊，當分每天咯，唔該佢送埋一本大藤上啊。咁都好嘅啦，那樣的。親難講，係，我有自信。好，現在邊檔錯？好來，殺下來。殺來就係上禮拜嘅 V 面咋，賴松權帶來行歌。哦，嚟彈啊，好彈啊！行過天了船順風，行過甜甜嘅蜜情夢，行過阿婆嘅地中，也行過阿媽嘅養樂多，行過阿妹教書嘅小學，行過阿爸嘅鐵路橋。行過煙珠公嘅山路，也行過家門口，唔是上到岸頭，直接去做，總有意義會行到，會行到，還記得你嘅夢想。有幾多看望中，還記得你嘅夢想，講出來的快樂，還記得你嘅夢想，用回春到枕頭貼到安過。記得你嘅夢想，做得老愛講，感謝你到偏愛行過。哎呀，上禮拜冠軍啊，係啊，強敵嘅行過，係啊，強敵嚇，哦，強敵嘅行過，聽講強敵同有乜關係啊？你們有一腿，對吧？小學嘅同學，哎呀，小學嘅同學，有啲建功國小嘅小學，建功國小優秀咧，建功國小係啲嘅建功路。然後隨便講，那個變苗，建功國小很有名啊，以前。很有名嗎？對啊，在我讀三義嘅片，建功國小算當有名。係啊，用班有名哈。東路嘅學校哦，出了，我以為出了很多才子。沒係啊，強敵來講強敵。對，加油啦，加油啦！挺有自信啦哈。哦，你認為功德他的技藝啊，什麼唱功有？哦，當然啦，比我好多了啦。他真的蠻有自信。老幾好些啦。滿題咩？本地難沒有，有的人我沒有啊，這個。我覺得差我一點。一條歌係佢下個踢條客家歌。其實那就其實有人來討論啊，因為本來有睇駐唱啊。很想做在吃寬的下客家歌誒，然後就下出了按真的這麼感人的歌曲。一鳴驚人呢。係啊。你們小時候有沒有做出什麼比較荒唐的事情？冇啦，條拜佢就很會。
运动健将啦。哦，黑啦，他好像是体育大学。我想我要他不会弹吉他呢，反差有点大。反差有点大。对，学体育不能弹吉他，是不是？兴趣，他可能学吉他是要把妹。哦，对对，搞不好，对不对？学吉他把妹很好把，其实还没黑啊，吉就黑啊。来送节目没黑，想要耍帅啊。哎呀，你看吃菜，每一次坐上那边，哎呦，那边耍帅真的。啊，你今天就没有背吉他来？不干嘞，不干嘞。好了，来，从对了，唐先生共鸣，这位先生，好来。哦，双雄你好，你好。可能因为唔是家係彈吉他嘅關係，古時候講偷兩首歌曲，因為大部分的編曲就吉他為主，我知道你唱起來出哈心安。雖然講你沒有背着吉他，但是我感覺到你同之前，譬如講前2個禮拜比起來，他輕鬆。我當氣氛，臉上有點傻傻，然後有一種口氣，可能因為你同講得動熟，兩首歌曲你咩低，又講得骨瘦。古時候講你啲唱兩首歌曲嘅時候，你自家做，你自家理解。我喺講嘅係除咗講，能辦托歌嘅，除咗托適合自家嘅歌嘅。不管用買嘅歌，自家一定有一隻畫面。你家做有唱出畫面，你係你最厲害嘅地方。當然音準嘅度係呢有一啲檢查，唔過我知道咩事唱出嚟當重要。有當然講唱歌係情感嘅表現。我做2拜2首歌曲，我偷咗當學以外，我雖然係唔比賽，我知道你唱咗本來知道最好嘅一首歌曲。你終於彈學做得老藝講兩句，你真係唱咗當學，不管係撲嘅，不管係感情，不管係表達嘅東西，係條整首歌曲嘅精華。做得老藝講。我之後今比2首歌曲真係表現得當好，我想今比應該錯穩嘅。哎呦，但是錯會多，錯唔多啊？唔啲哦。那先有請嘅翻太哥，目前分數清過，翻太哥來。看下嚟看分數。來，然後這裡看一下。看一下最低咯，看一下賴雙權嘅分數。連茶帶呀。自己發明風力發電，係啊，風力發電哦。哎呀媽厲害咯，係啊，環保呢，前後教噶，按樣去做。風飄了山那個啊，天嘅妹叫我哈，一張小山，小山，一張爸爸喜歡。看一下賴雙權嘅分數。嚟。超升1分，差到2.5分咧！哎呦，很怕。你繼續加油，好嘛？好，繼續加油哈！好嘞。你就恭喜你嘅賴雙權繼續抽到你嘅衛冕炸嘅寶貝，恭喜賴雙權連續2禮拜。係，下一個成功咗嘅寶貝正8歲。目前有一位衛冕炸已經連續5冠嘅衛冕。喲，係哦，梁淑蓉。係，恭喜！很厲害哦。係啊，你要繼續下去嘛？唔啲咧，係啊，還有5冠啊。對啊，製作單位是冇希望佢繼續下去。係哦，因為繼續下去拿到10冠嘅話，錢就拿出來。製作單位就付出3萬元嘅獎金。但是以猜到安尼角度來講，當然希望佢好好嘅。哦，當然。維持下去。拿到2-3萬塊。哦。就係你嘅 TV 哦。唔是緊張，因為佢搭落來比還是會緊張。好冇？要跟緊張和平相處，好嘛？好 ，OK， 好，來，比賽之前的介紹評審先生。好，李秋霞先生、梅勝炯先生、羅英先生、黃필淑先生。好，來，先生介紹睇了。好，好，來，夾有請
TV 新來參賽朋友，新來嘅朋友去來吃桃園楊梅刺根燒帶來三個字。嚟聽講啦。嘿，你好，你好，技术姐姐好，两位主持人你好。之前有來過哈，有，我都講過免數嘅，錯，對啊，來那叫來，3-4年了，3-4年了，有一層的咯。佢一般用於再上我來，因為哈宿舍嗰隻宿語呀，坐得隔壁嘅風啊，啲好朋友，嘿。哦，佢下用現場學習嘅，佢下啲高中班練習嘅同學，好啊，最近幾耐啊，很幾耐哦，現場幾耐，叫咩唔來？我唔來，哦，看唔見節目啦，幾耐嗌出來啊？哎呦，哦，結果讓我幾先來，佢已經5關嚟啦，而家都出來，因為係10年有啲事情。哦，排到個係好唔好？錯。哦，安尼啊，反正也強下來要盤啦，要盤咗，強下來啊，強下轉啊。係啊，我媽希望安尼要盤到，跟住好好嘅位置啊，要。係啊，希望做得，更想我坐幾多位冇？我唔敢想，唔敢想。冇人講，我有自信哦。係啊，咩講咧？要想嘅話，大費金錢。哦，冇人見，條條嘅想就好咧，嚇，唔好講出來。好啦，我哋創題嚟唐先生嚟講評嚇。好，請趙夏先生。係。啊，你金小小子唱到選角非常好，唔可以數肉。哎呦，佢選角真好啊，唱得非常好啊。但是佢聲音冇數肉很好，你係有咋嚇？在你處理歌有咩時候才個有比較很弱地位啦嚇。啊，第二咩時節注意你嘅喉音、辣音，啊，就個你調成歌啊，一下強強，到後尾時你數音嗰包就比較含弱地位啊，哦，強弱這個是種要埋一起哈，所以你嘅技術懂啦，懂事啦哈，比你彈的比較含弱的，三碼時一下就感覺喲，你要多數要，本嘅感覺要鐵脫啲下，你只所在處理了講，冇講當好啦，冇講當順，還有強鬆舒氣，佢比較有含肉地位，佢比較不足。唔過幾首歌我嚟講，你嘅人腳係非常嘅欣賞啊，還有唔過你嘅表情方面唔按緊張，壓力唔按大，呢方面係因為表情啊都有分數，啊，你唱嗰時要嚇自然就會按咗過嚟，嚇，繼續。好，看下刺根燒嘅分數。好，90點5分，90點5分。係，共一得分數應該唔啲人難講哦。唔啲，好，我看後背。好，先唱一遍當初，哈，謝謝，好，好嘞，殺來，彭水峰帶來羅山歌。等我啦。
他比哦，就让走你呐。难忘妹情随风太过厉害，两位父亲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真有精神。三個真係非常嘅太鹹，厲害，佢可能特別做關係，佢講啊，因為佢做些清炒湯。糖多，有陣時心情冇鬧到對方的罵，唔會啦，就係三個他太厲害啦，但係唐國傑現在發揮他的專長啊，哦，真的，係啊，哎呦，這自己發明風力發電，係啊，風力發電，哎呦，蠻厲害咯，哎呦，很環保呢，千好教啦，按樣去做啊？佢風場轉在背風啊吹啊，嗬，有冇？佢是有天啊，哎呦，真嘅，做得用到乜嘅冇？寬天師啊，好吧，迄寬手機嘅對啦，做得充電，全部做得啦，手機充電，係啦，洗濯嘅啦，冇準去露營也乜嘅。哦，咩做得咯？咩做得？佢做佢直流電冇打好睇着到嘅，因為你風車一高，佢都個天都出來了呀。做，風裝衣服卡夠神奇嘅。哪有？搞這個搞團隊。唔係三五天來。你係靠專業啦。你仲係。你嗬要仲有興趣是夢教嘅，係啦，要人哋專業要有興趣啊，佢仲係一唔會拖粉絲的嚇，係啊，佢做嚟賣冇？啊做得啦，有啲人都做嚟賣有啊，佢台南魚佢乜嘅線上當槍佢做，佢全部做嚟賣。哦，真係啊！而家做發到啲2000瓦，2000做。2000瓦啊！哦，2000瓦，你講嘅風車當一行嘅先，你看1小時是2度天呢，2度呢。你做用一嚿誒？梗係你要用充電用 LED 嘅天火油啊，天柱誒，當上天啊，鬼五件就用啊。哎呦，佢大家都發明一種東西，佢天力公司做多啲咧。唔會啦，誒天力公司啲咩當嗰種嘅推行嘅，用嘅台積電樓嘅乜嘅裝邊嘅外去嘅發電全部都包20年啦。哦，係啊。哦，所以佢煮操嘅啦。煮天。誒，安尼咩當好啊？綠能嗬，真係環保。對，張錯嗬。好，讚。啊，歌要唱段哦，你唐先生講評啊。唱衛生獎先生。好嚟。那位潘水鳳先生，點唱了羅山歌呢？你係13期係13咪唱法啦哈。我認為呢，你挑機啊。你唔係差落去為數啊，見到有長窗嘅嚇，雖然講羅山歌係自由版，冇人見到長窗，係為啥時之後係羅秀妹是長短褲嘅嚇。第三句連插大人咧，就會有唔會哦，前幾個就唱過嘢，係會吞落肚咧就係妹上，是咧接觸啊是拉窗啦嚇。但是講你如何去運用呢個唱法噃？轉讓嚟改進下，
听伊这问题呢，茶杯找人，人找人，人哦，你是唱茶杯找人，人找人。第二个听伊这个人咋变成海流式的哈？你要稍微来注意哈。普通是山，我想讲三个的河牌呢，个三个的家教唱好嘞，如何去美化佢啊？當然你唱一聲咯，做低冇咁唱，係咩？一聲咯，一聲，我哋英文講嘅文唱一聲啊，唔是度啊，強去強調講一聲咯，老往讓上去，你上嚟使用唱，大家探討一下啦哈，加油！好，謝謝，好建議哈，嘿，真好建議。來，佢夾個分數。好，看一下彭水峰嘅分數。分數，認真哦，個分數就一直比是中國嘅嗰種水準哈。93.5分。係啊，加油！嘿，好，什麼？邊個嚟？好，坐定一下，坐定一下，搶錯。嘿，殺下嚟呢？殺落，嘿，要咁威打嚟，聽白。嚟，睇緊啦。嘿，哎，咁開始啊！咁開始好，主持人好。係啊，你好。哇，咁開始有咩所以幸福啦？哈，幸福啊！啊，平常時做公益哈，啊，假日的時間哈，就來比賽。比賽啊！冇比賽嘅時間，哎，姊妹啊，姊妹啊，好順啊！姊妹女男嘢，係叫做妹啊！我家是愛有下三個小寶貝，細細是愛吐到胎哦。哦，孫嘅啦，係啊，孫嘅啊，孫子誒。都有，都有啊，孫的孫都有。哎呀，上細是愛吐到胎啊，非常非常的黏奶奶。哦，愛胎嘅孫哈，17歲，17歲哦，同片唔到你啦。孫嘅，天嘅妹叫我哈，一張小三，一張爸爸喜歡。還長喺大班，大班的那個小孫女啊，有去給人家拍那個模特。哎呦，哦，這小童星都出來了。對，這小童星，對。一定上得懂獎，他們不應該見到啊。不是，他國家我唔敢講啦，是很活潑的。活潑等一下，很活潑啦，係啊。啊，有拍到乜嘅廣告？佢目前嘛，佢
拍好了，比如讲最近可能会跟爱编到跟那个网络上。哦哟，网络当中做的看到就错。系啊系啊系啊，网络的公开。系啊系啊。希望迄个是有编的，然后多时常的介绍本来。大家可以啊。没当骄傲呢。其实我10个人我也有跟他偷拍，拍了100多张。有侧拍就我有，真的是很可爱。哦，听说又有发种。哎呀，可以让带人样样朋友大家看下，好，看一定一下来，好。系啊系啊，来，从头来唐先生生。好，咁我哋哈，今日大家聊书平板，講實在吼，呢個上啊，香港呢個笑容不管哈，唐你從買過，其實單場用看嘅，香港用聽嘅哈，就取到了解人聽從，書上大部分人懂好嘅了心情哈，所以你嘅三個講實在喂哈，出聽係之前就讓你。建議講要到數每日嘛，哈，你從頭愛時間冇最合起來變成哈，按樣先你係日嘅，可能維持在佢隻時堂起來可能會較準確，哈，你係愛對你嘅建議。另外，你嘅比唱嘅你首歌曲第2季衝跳3個來結演，我講正經，其實兩季吼，人民做到動獎，上面從到當好。吼，韓國老人堂轉天復甦吼，你唱嘅時節，你記嘅你係人民嘅表現，也非常嘅好聽吼。不過，接下來全係建議你嘅為所，第1季3個衝來鬧連連3個哦，3個吼，按樣獻唱係正確吼，然後韓國你係很強嘅，聽起來係順。韓國鬧連連衝哪來呀？鬧連哦連呐，好，你係第1季嚟每日，唔講你跳聲，你係每日彈起來，當場會唱到第2季去咧，好，會幫人略促進一下嘅感覺，好，所以就係呢個部分咧，我想，你係歌詞其實好鬧連連確實其實佢唔係當好唱嘅歌詞，雖然佢係大家都啲嘅唱，好，唔過你就係容易為。本人知道哦，安樣數唱模，安樣唱模吼，所以呢一期嘅部分，我嘅建議係安樣去，其他都以後就係講呢個上吼，係做得我建議嘅部分吼，就係要到啊，要到哦吼，因為你當習慣會唱到吼，係講要到時唱到該就會意思冇強樣，吼，係本人建議，是冇呢？好，謝謝，係咪看下嘅分數？看下要咁多嘅分數。好嘞。哦，安尼係91分啊，很做得，係啊，很做得，應該係。真係做乜乜事要改平板咧？很留得，91分算1個分，啊，冇問題，冇問題，恭喜，謝謝，再俾啖茶，係，好，沙下來仲一曲帶來羅神歌，好嚟，彈開啦。來強下
叶球姐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你好。请问你的伢先生在做船员哦，航船，阳明海运。哦，船夫，船夫，看咩用？哦，咩个船员，轮机长啦，轮机长，哦，有青苔哦。四船的吗？是个算是机场啦，迄讲个泰船属于两个部门嘛，有两个部门，一个系甲板，一个系机床啊，负责个管机器的啦。跟住运航诶。阳明海运，佮全部是运货运那个的东西。货柜船那度，也有散装轮啊，大部分货柜船那度啦。特别出去就运到哪位？哪国都有欧洲啦、美国啦吼。伊讲行个散装轮的话，就讲个头摆是个行个中钢的船哦，是在个铁矿砂吼，就下巴去到个巴西，下巴个。澳洲出较近啦，巴西出较远啦，南美洲嘿。安尼一般出去要久的时间？真久哦。去南美洲，去欧洲吼，差不多2个月左右的啦。去美西差不多该2年的，美东就有没有2个月嘿？哦，几年都冇吹不靠哦。印象最深的迄吼，叫外来的甲我先生都出去，外来的出世第45日，我先生这样转来看见来的。看4點鐘啲幾好就睇咧，即個轉來嘅時節咯，要2陣嘢以後嘅啦，差不多做了要叫你，係啊，靠得幾冇體驗，沒有去驗 DNA，下次回來，叔叔你要找誰？係啊，哎呦，真係辛苦，去甲吐聲音呢，哦，辛苦，細嘅時節我辛苦啦，有樣，唔單止吐聲音，吐聲音還有老人家。哎呀，家用當做嗰時咧，阿公啊，有阿公阿婆啦，就冇法上班啦，哎呦，都這樣咧。這也一比賽，所以安尼，哎呀，標準的客家模嘅客家有樣，哎，你想想啊，你知道是個好偉大，好偉大，真係偉大，真係啊，退休咧啦，退休咧，所以也退休嘅啦哈，退休咧，我70歲咧，哦，後面快樂輕鬆嘅生活就好咧，難怪佢送嚟講嘅耐住醫療，係啊，蠻耐住醫療，我講超級哦，佢退休人講我超級出過醫療。挨冇，你世界各地都去過咧。你家係叫挨，你就幾多年了？你家係我。真係。出去了冇強用啊，然後走條路冇強用。係啦，他記了講，然後他喜歡在家裡，種掉菜啦，種掉花啦。對啊，美好。種哎呀，沒差不多是吧？很宅啊，就是以前說這年輕的時候，該玩的也玩過了，對不對？也是這樣風花雪月，也是沒空啊，你應酬啊，你有冇？身體沒今天沒打敗的，現在最好就是在家裡陪家人，工作的時候，就努力的工作啊，沒事就待在家裡，對，我覺得這樣很幸福啊，對，好，來從頭唐先生講，皮叔先生，中台這一號哈，提一個音，就是第一個音，從出來就我感覺沒有在 pitch 上面，就只有它嘞，就不太穩，哈，還有點提三級哈，來強哈那哈，你到那個字你就停在那裡。不要再動任何一個東西，不要去動舌頭，不要去動你的懸雍垂，不要動牙齒，控制在那裡之後，再換到啊這個母韻，然後再轉那個你要下來的那個韻，整個總的收尾會很漂亮。給你一個建議。謝謝老師。好，謝謝哈。來，看一下給個分數。看一下中樂曲嘅分數。分數厲害哦，叫1分，伊留下來啦哈，冇變答題哈，恭喜！尋夢先生，好了，再一遍當場，好來，殺下來咧，殺咗連續5個禮拜，你避免咋？梁淑妞帶來3個字，彈過啦。3
哎呦，今日有主声音好。哎呦，今日只有吃盐啊。有哦，还蛮紧张嘞吼。还有做黑笑。有唐先生上礼拜讲。有哈，哦呀，今日好流畅啊。哎，冇错哦，阿勇就错了。还有笑面啊呢。係啊，阿勇真好。真。本身也從事乜嘅工作？QC 品管。哦，品管哈，QC 哈。上2日聊2日。哦，要安好啊。推奉狗年穿嚟上班。哦，你聽咗嘅固定嘅時間去上班啊？哦，那不會爆肝嗎？不會，還好哦。做上2日聊2日，嗰時間他長哦，吼，12點鐘嘛，記得。注意上班都12點鐘。今日那個拜六。我比賽，我留洋比賽說搶價，我吊價係啊，哦，搶價，吊價嘛嘅，吊價，搶價哦。佢葉先生咧，葉先生，周休2日，哎呦，啊，你平常時個拄到個聊2日做2日，啊做2日又拜六拜日，啊時間批下唔到，開始做唔得強下了，哦，佢要代表比賽，要冇讀到嘅你係啊，哦，跟人家感情冇談嘅，唔係啊，心靈契合就好。對，還是現在都工作都是為了能夠讓家庭子女都能夠幸福、平安、快樂，對不對？真辛苦。嘛，先努力一下，拼一下，還上拼起來。總計有啲已經退休嘅，對嘛？哦，退休安用啊，後面還後生把隻拼啊咧，哦，對吧？冇問題啦。好，安尼創對嚟，唐先生公平。好，請求下先生。好嘞。我書屋嗬，今日創得非常好，要不用開啊，冇壓力，啊。個家藝家開始看佢醜咧，計樣冇笑容哦。係哦，我見到哈。因為頭前扎咯，作咯按呵，對佢嚟講係心態壓力啦。啊，我跟你講上台要吃鹽嘛，啊，趁你吃鹽嘅時間，我不用慫嘛，不用慫你聲音就會出來。啊，你今日潤腳唱得非常好，哈，又唱了，不你講唱歌。唱歌，你雖然講唱歌了解，唔過人家要穿到你啊，上安尼節目穿到嘛，當然認識你，我咩嘢做前穿，有前穿咧，係嘛？喂你啊，你講咧阿鳳嘅子啊，為咗安尼啲節目，唔過叫我咩穿幾多你啊？冇，佢穿得到，佢穿得到，哦，真唔掂哦，呀，哦，那邊都看得到佢表演嘅，因為看到貴啊，我較少，因為我較貴啊。係啊，佢從咗地鐵你衝1年。好啦，上嚟節目我就輕鬆嚇，安尼所以今日唱得非常好，唔過你條線，大家唱了你只個 T 司機，迄杯樹葉咩事，你大人要注意。啊，冇你個人按講哦，啊，真嘅會唱歌嗰位人個人大人都運用得非常好，見唱見落，加油！好，是莫先生，唱得好，看家不如意。來，先唱下那個彭水峰先生，好了。彭水峰，好。彭水峰先生，特別是印象我變過一陣，你看我變過一，好，來。下禮拜都幾亮殺咧，哦。好，看下來看梁孫玉嘅分數。有冇看到一條路啊？健身教練，對。你們這是什麼打量的眼神？沒有健身教練一看就知道身材問哦，沒有那個像羅英老師就有一點不像健身教練的感覺。聽下來看梁孫玉嘅分數。什麼先生？南邊啦，冇辦法啦，太厲害咧！哎呦，等於風度，哎呦，真勁咧！好，恭喜哈！再繼續加油，好不好？繼續加油！恭喜梁孫玉繼續衛冕，唱繼續衛冕，加個破 V， 60禮拜，恭喜！
老年音乐会，一只单元呢，按特别这个有请到哦，当到专业的歌手来唱歌本他个唱。嘿，今日来宾真厉害哦，有2位个金钟奖，还有金曲奖。嘿，佢厉害唔单止哦，流行歌曲唱得好，嘿，佢连个传统的客家歌曲也唱得非常厉害。哦，佢还有一点很厉害哦，就係佢啦吼，非常多嘅经典嘅客家歌谣。改變新嘅曲風，本閒下度嘅後生人做得來，學習人哋傳統嘅歌嘅。哦，按厲害嘅歌手吼，按底下真係好好嘅放滿嚟嚇，嚟夾夾有請，金曲歌后黃皮書。
顿时觉得我们节目变得更有质有没有 level up 嘞？哎呀，但是那个新的布景很有质感之外，哎呦，你站在这里，然后唱那些歌，哎呦，你的嗓音没？没有，我们今天很像那个芋圆跟地瓜圆。哦，那我没有，我是什么？我是杂牌的。哎，老师，你在做音乐之前哦，唐共做过东斗的怎样？也是不务正业，对不对？对，跟我一样哈。就除了斗好告诉之外啊，就是有做过，譬如说像是艺术行政啊，或者是像纪录片的配音啊。对，你当过教职啊？对，做过行商，真的。高中跟国中。没有误人子弟哈，没有，不会啦，你没有欣赏吗？音乐老师吗？对，哦呀，专业呗。地都好高嘅音乐欣赏啊，就会好上就会让你讲给到心，就是他们的心事，对，因为不用算那个，就是像国音数那种。爱烫油，你口定，爱烫油啦，烫油啦，烫油，我冇嘛会讲你。所以就是可以跟学生距离动群可以拉近距离，超过。古说你那个学生的好嘅欣赏啦，对，讲，不过艺术欣赏可以有去冲欣赏对啊，很有嘛该。对他不是对啊，没有我跟你说，音乐老师之外，他还有什么？还有某种的条路啊，健身教练，对。你们这是什么打量的眼神？没有健身教练一看就知道神采问哦，对，没有那个像罗英英老师就有一点不像健身教练的感觉。我的教练都跟我说啊，他说我唱完歌之后，我只要比个这样秀一下二头肌，或是转到背面去，就可以把大家吓死。就做得宽的，古说你这样会做安多。操！我不太讲究。那你既然有练了，那你今天应该好好展现一下。不要，我们今天是表演唱歌，不要吓到别人好了。哦，那下次有机会了，好吧？没有，没有，对，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。就是因为应该爸爸给身体摸好。那我觉得梁曼呢，就是要给很多年长的人一个很一个健康的观念。其实应该就年纪越来越大给世界啊，就是肌肉的肌肉量。一定要训练，对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练肌肉，真的，对，哎呀，不是说为了什么漂亮或什么的，而是譬如说我们在提重物或者是走路，尤其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，那个肌肉量如果越来越缺乏的时候，很容易会跌倒。真的，哎，好，这个两位年纪资深的老师啊，我老遇到身体的天空，对，加给跳过嘿呀，谁那行就是平板的改编，就双白的一种金曲奖的个转型，出门看看，316的，你还出门看看，有入围嘛？有没有得奖？那没有得奖有什么好介绍？哎，Univ 他就是前几名的大头名的好不好？前几名哎，做的 Univ 讲真的是非常的厉害，因为其实整张全部会传统给够 Q 啦。那在流行金曲里面，我觉得能够入围，其实已经很开心了。真的，而且这种改编歌的东西啊。那个一般的音乐较无按简单，因为欣赏佢谈到的希望有新的创作的东西，较不音乐嘛，所以表示一种走对音不球。对，真的很厉害，挺厉害的。对呀，对呀。传统的歌诶，改编新的曲风。对，一种改编歌的东西啊，其实也不是你有在做，不是你的专利嘞。对，其实都欣赏全部都有做过。但是用的改编的歌风等等啊，错。对啊，像我们的国宝级的，国宝欣赏，没有吃歌哈，没有改编歌哈。啊哈，给我一杯忘情水。阿哈老师他也有这边没有欣赏，佢没有做过那种改编的东西啊。几年前客家电视台，这种嘅罗玉里龙，这种嘅有请来跟薛宇威老师，有6月10，啱啱嘅平板山歌是落山歌呀 Rocky 的曲风，Rocky，啊，Rock，哎呦，他是那 Rocky，老师 grooving 来的哦 ，Rocky。
然后按个曲风以后播出去，很多人观众朋友看听，很佢在重播，你都喺 YouTube 运动点得到啦。有。蔡伟老师佢有前面吹乐吹，我都要去彩排，你曲風比較特殊啦，嚇。只用傳統嘅歌曲改編 rock 的，搖滾呢。哇，你有辦法駕馭嗎？你是怎麼樣呢？我知道徐華先生嘅輕 rock 呢，知道。徐華先生呢種嘅曲風改編呢真好。在呢度我平台咧，一能夠吸收其他後生人來學習呢傳統改編呢。我希望呢老嘅大擂台，呢後生嘅觀眾，記得咯，能夠下回有機會上嚟唱呢啊種嘅曲風，加油！好嘞，哎呦，对了，你看我们这个客家界的先驱啊，是啊，不，什么先驱？前辈前辈啊，你们有做过懂某空用的示范啊，所以其实就是让我们后辈能够有一些学习的这个素材啊，对吧？懂后啊，真的，什么欣赏？嘎哈张一条歌听的还不过瘾，是不是？带来一条歌呀，带来好吗？带来嘅係新民總挑，南部的小調。南部嘅小調。真的呀？對，南部嘅，就是要南北平衡做操。還有今後啊，來後堂嘅歌曲來。
后堂嘅心民中跳。对，哎，因为创作的嗓子完全。零缺点那种感觉，没有啦，还是有缺点，只是没有被你听到而已。还是我们音响效果太好了。可能呀，还是你对嘴。我没有对嘴啊，像那行动 CD 哦，哎，好好听哦，好棒，什么，真的好棒，我都听到快睡着了，享受。我想说这是称赞还是？这是称赞。对呀，他称赞就是这么不容易听出来。对，OK。两条歌的迄改编那个有乜个灵感的？新民双调两条歌曲爱学习嘅世界啊，爱就感觉佢动莫强容，因为它是3拍加2拍变化拍子哦，在我们的传统加起来就5拍。哎，有这种歌吗？有，然后它又3+2、3+2，又3+3、3+3，有扁类扁移，所以我那时候就要每一次打白虫给世界就会算拍子，张走得从。正确，对啊，然后两条构思右下斗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对，就是东方的爱情故事嘛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既然我要改编，我要让它变成是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感觉，在2011年的时候，又一百。该把我爱去就是荷兰，跟我的老师有做一次的改编，该也是接去改编的比较艺术化、艺术性，完全是用全部都是钢琴伴奏的。哇，对，然后荷兰的音乐家是美绕信上宫，就是用英文翻译解释这个歌词在都爱讲那个故事。对，因为它是南部的小调，然后是在新归乡就六堆那边发生的故事，所以它的旋律曲调有一点点融合了原住民的曲调，对，然后就产生这样动降改旋律，然后所以这一次改编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既然是东方的梁山伯与祝英台，我就想要把西方的元素加进来。那法国浪漫拉威尔的作品《魔力露》就用它这个古典的对传统这个一直不变的这种节奏放在里面。哇，真的好棒啊！对啊，荷兰非常开放的一个国家，是又要歪楼，好想去。专业啊，可以请过后又做的。你走一走，还有带罗嫂一起去，还有橱窗有没有？哎，Welcome to my phone。是越低越凶多嘞，很想进去。你做的凶就好嘞。对啊，真的，荷兰，所以荷兰音乐它就是因为很前卫的一个国家。对，因为荷兰其实它融合了200多个国家的人种住在那里，那么杂。就是因为它是说英文非常通的一个国家，所以很多欧洲语系的那个人，他们都会想要到荷兰去，因为它很先进，尤其是像建筑。对，所以它融合各地的这个文化在里面，世界各地的文化在里面，当今铺一个国家，融合对呀，念书的地位。对呀，好厉害啊！来，那个听说我们茵老师也曾经去过荷兰对，所以他也有一些想要分享建议的一个。其实我熟识培树这每15年咧，我对幾個認識，就是佢對音樂。韓國對你係唱歌，佢非常非常嘅認真，然後非常非常嘅用心。就係佢希望加入佢嘅你係遇到歌曲嘅演唱啊，各種嘅表演方式，不管係在台灣，也係時常有機會去國外，佢希望做到你係客家歌曲，用佢去到做到去現場嘅方式，俾大家認識。所以其實佢做嘅動作，你係努力係安利。做啲學習嘅，你係精心非常嘅冇簡單。韓國出唱片，仍然做啲出種就當不容易嘅嚇。咁過去做啲仍然出2種。我想你咪係出啲鼓勵安利大家嚇。不管係創新嘅角度，也係本人欣賞嘅角度來講嚇，我相信你係出啲安利學習嘅對象。所以也希望培樹者安辛苦做安多好聽嘅音樂，非常好聽。唐公今天有个小粉丝想要来跟你，很有粉丝，对啊，一起跟他合唱啊，合唱，哎呀，有这个荣幸吗？当然有啊，有，对啊，这个小粉丝也是我们老年大擂台这个也是金曲歌后级的，金赏歌后级的，哎呀，南瓜嘅呢传统。
流行的冠军歌手，真赞好嘛？来，我都田园，好，来，唐吉两位合唱一条好听的歌曲。太飞花下要几多摆？唐凤佩书老师是一个懂严格的老师，懂严格。哦，上司机我也不甜呢，我不甜，这个不甜，给木柱荡起来呢。哎呦。日跳跳，跟一条江，跌落门前。日跳跳，跟一条江，跌落门前。拍飛花要幾多擺？幾多擺？冇辦法，講歡迎嘅派飛。一濛濛嘅明月光，灑落從前。一濛濛嘅明月光，灑落從前。拍飛花要幾多擺？幾多擺？冇辦法，講歡迎嘅派飛。那時候嘞，那時候嘞，利用嘅時間。那時候嘞，那時候嘞，也係歸來。拍飛花要幾多擺？冇辦法，講歡迎嘅派飛。那時候嘞，那時候嘞，利用嘅時間。那時候嘞，那時候嘞，也係歸來。那時候嘞，那時候嘞，利用嘅時間。那時候嘞，那時候嘞，也係歸來。日跳跳，跟一條江，一濛濛嘅明月光，日跳跳，跟一條江，一濛濛嘅明月光。哇！哎呀，两位歌后非常的精彩，好好听，就是你哈哦，好 match 哈，很 match 耶，这算是一种师徒情吗？然后你还没有兄啊？哦，不是偶像粉丝哦，偶像粉丝见面会，你没有问他一下？对呀，然后你还偶像跟他窗口，黑马该心情送哦，是一点送啊，真的，你要叫诗就包括心情的感受，强烈。对啊，对。
高速啊，高手过招，就有两种感觉。对对对，两个撞击起来跟还更不一样哦。真的好听的。金后堂啊，我跳一摆看到佩书老师，我记得係到嘅三甲園區，佢家到嘅佢家唱歌，我講哇，然後就用因嘅按這樣嘅上，所以我對佢嘅印象很深，動情。韓寶妹咧慢慢接受，我哋就到客家歌舞劇，相思相思。係合作就錯咧。我就嘅阿佩書老師咪讀嘅，韓國咧就天光，記得教我哋唱歌。你下讀嘅歌舞劇嘅就是後來在長工認識佩書老師。家線上佢有那個3萬人嘛，係啊，佢讀嘅表演，還有嘅舞，還線上讀嘅唱歌，佢唱嘅洗手間，哇，洗手間。佢跳舞，還繼續嘅布袋戲，繼續講嘛張茜茜啊，我都覺得我對佩書老師印象我就很深很深。真嘅有獎，聲音有亮，可以上特別獎，因為你也上冇嘅人獎，古時我就感覺哇，你冇法度就按這樣嚟上，唔講我做得用欣賞用崇拜嘅角度去欣賞佩書老師。唐公佩書老師是一個懂嚴格嘅老師，係嘛？懂嚴格。講到佢我留佢練嘅歌，你創作嘅歌嗬，要佢3年音，佢撲嗰段喺度咧講啊，真嘅好難做，真難做係好難做，喊佢上司佢會錢咧，真嘅佢撥錢，佢木柱擋起來咧，哎呦，下口氣啊！聽到嗰種電媽樣啊！意思講，你拍怎麼做？就是講你還是沒有在拍子上啊，樣板，哎呦你是會講，求好心切，有些壓力啦。你是會搞好認真，都不卡安唱。堂哥嘅練嘅，你係佩書老師，因為佢本人嘅感覺是很冷。我一直開冷氣啦，不好意思，冰山美人水。佢本人看咗自己冷，感覺你是唔敢那個多講話嘅那種感覺。沒有，我覺得他其實是他冰冷的外表，內熱，火熱的內心。其實要佢屬於嗰種有點叛逆型的那種。對，我覺得他那種，比如說你在私人場合，他就會非常開放的那種。他就你好像看過一樣。我知道了，我覺得他應該，因為你看，佢本來教職好好的，他不去當，他就健身教練就停掉，然後又跑去當健身教練，體力又很好，所以他要發洩啊。所以他那個就是不一樣，外面冷，但內心是熱的。我是感覺佩書老師按用因嘅，佢有按用因嘅活動是，你阿飛你製作單位就希望本來就這樣機會，我是感覺哇，一方面冇緊張啦，實在講，尤其家對起嘅人當緊張，佢對起對好咧是輕鬆，所以給你說圓夢。圓夢，真圓夢。我想講，就是到阿韻姐Q龍蟲給世界，如果我們又選擇傳統調，我就覺得對他挑戰太小了。所以想說，創作的就對，沒有，因為我第一個個性係就是想要挑戰，對啊，所以就給他難一點的東西。他真的，什麼，也是那種叛逆型的，對，遇強則強。對，這樣啦，那新後因為才3首，也唔拉煙啦，對嘛，而且時間上的關係，我們好像還可以再唱一首歌，唱過一首，好嘛？好，第二個係狗書挑，呀，雙倍，對，可是我從聊聊歌曲的時間，我讓我起家變做80歲的老婆婆，所以從聊聊歌曲。那你就想象李秋霞老師就好了。那有呢，給他有亂講法，真嘅，給他媽。我自己說，好，安尼做來彈一條，盡量的去揣摩佢80歲的心情來唱一條歌，好嘛？好，一起來欣賞，好嘛？來欣賞哦。
山歌唔重。